娘娘，娘娘，这么晚了，要去哪里啊？娘娘，嫔妾哪儿也不去啊。娘娘，这不是嫔妾的，这是皇上留下。娘娘为何突然打嫔妾呀？皇上走了3个多月，你肚子里2个多月的孩子是从哪儿来的？皇后娘娘饶命，娘娘饶命，嫔妾再也不敢了，嫔妾知错了，娘娘饶命，嫔妾再也不敢了，娘娘饶命啊！你不替皇上倒好，你昧着良心把皇上挂在嘴边，我都替他心寒。男人们在北漠豁了性命去打仗，保家卫国，你却在宫中偷起人来了！皇后娘娘饶命，嫔妾再也不敢了，求娘娘开，嫔妾再也不敢了。传令下去，将皇妃的奸夫处死！娘娘饶命啊！娘娘饶命！娘娘饶命！娘娘饶命啊！娘娘饶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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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将奸夫处死！娘娘饶命！娘娘饶命！娘娘饶命！念在皇妃有孕在身，少了吧！典为庶人，娘娘饶发配岭南。娘娘饶命！娘娘饶命啊！是娘娘，娘娘饶命！娘娘，娘娘饶命啊！娘娘，娘娘饶命啊！娘娘，您这是怎么了呀？奴婢从来没见您发过这么大的火，也没见您下过这么重的责罚。您别为了不值当的人气坏了身子啊！我不是气他，我更担心的是，齐生，他可能快要死了。啊！怪不得您从太皇太后宫里出来，就像丢了魂似的。娘娘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！难道是九王他们动手了？我现在没有心情再提起这件事情，更没有勇气回忆到底是怎么发生的。总之，明天一早，你陪我动身前往北漠。